唔知观众朋友敢有想过，讲你食老以后的生活是要逐工拄伫眠床，也是会当行出门去笑这日头光呢？伫新竹香山的就一个社区，因甲社区内面无伫咧用的空间，变做是菜园啊，互时代会当平常时来到这开讲种菜，熟悉朋友。时代在菜园专心照顾家己所种的农作物，这片原本只是用来停车的空地，经过社区改造，变成大家平常时做伙开讲的好所在。时代佫利用家己种植的花草，用来做泡茶以及供餐材料。透过这款方式，互社区时代愿意出来交朋友兼运动。大家看了足欢喜的安尼，啥做花草后，佫有挽一寡做薄荷咯，转去咱社区会当泡茶，出门来就笑嗨嗨，大家安尼身体拢足健康，大家拢足快乐的啊。即马年岁济啊吼，人少年吼，因去上班，咱爱做咱的吼，即着做咱的吼一寡吼，社区有在上课，有在啥货一寡活动吼，咱爱出来参加吼。头脑较袂一点歹去吼。社区理事长讲，透过这款方式，除了互社区时代愿意出来活动，另外也增加社区资源，提升社区环境品质以及里民之间的交流。较早吼，真侪中国时代吼，拢伫厝诶，咧食饭咧配电视啦。其实吼，迄拢会造成迄老人痴呆症。所以吼，阮鼓励吼中国行出来社区来做阵活动。即摆阮搭配阮热脸的一寡老师吼，会教因一寡课程吼。所以吼，常常动动他的脑，动动他的身体。所以吼，延缓失智老化。市府指出，透过农村再生计划，用来辅导社区，未来希望会当互更较多的民众，大家做伙来共同参与，为家己的社区尽一份心力。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。